Hello，今日 Bobo 同你講究竟乜嘢係動物實驗？喺化妝品同護膚品研發嘅過程，為咗確保產品對人體無害，喺上市之前會用動物做測試。最常見嘅實驗就係小鼠同埋兔仔。其中一項研究方式，將要被試驗嘅物質塗抹喺動物嘅眼睛或者除去嘅毛髮皮膚上。整個測試會持續14日，最後觀察動物嘅皮膚是否有紅腫、潰爛、分泌物等，查看眼睛是否混濁或失明。如果實驗後動物出現不可修復嘅損傷，咁嗰隻動物就只可以被安樂死啦。如果未受傷，則會被重複利用，往後再接受其他嘅實驗。你諗下，成個實驗嘅過程中，動物係唔會有麻醉或者止痛劑，遇到任何嘅痕癢或者疼痛，都只可以默默忍受，而且仲要忍受未知嘅恐懼。對動物嚟講，其實係好殘忍、好痛苦噶。而 Bobo 我支持終止動物測試。你或者會講，有動物先可以確認無害嘅產品，使用嗰時候我先會比較安心。但其實動物嘅身體運作同人類係好大差異，有啲對人類無害嘅物質喺動物嘅身上就會出現問題，同樣對動物冇刺激、冇反應嘅物質，可能去到人類嘅身上又會不適用，所以動物測試嘅成效並非100%值得信賴噶。其實目前已經研發出人造重造皮膚組織，呢種人造皮膚可以改變唔同嘅膚色同年紀，所以能夠用測試化妝品或者護膚品係咪對唔同種類嘅皮膚造成過敏或者刺激等反應，取代過去危害動物健康嘅實驗。所以話效果有限嘅動物實驗並非不可或缺，可以改用其他方式嚟進行測試噶。我們承諾美麗不要犧牲。